上集介紹深圳美食廣場嘅素食，你可能會問香港有冇呢？梗係有啦，除咗西九龍廣場嘅滋味宅呢，喺北角和富匯都有噶，仲要又平又好味又飽到添。呢度呢就係滕王閣，位於商場地庫美食廣場最入嘅檔口，食物有分數，兩者呢係分開煮同埋裝噶。呢度呢有招牌車仔麵、飯麵套餐同埋小食。咁至於坊間話呢一定要試嘅腸粉呢就冇咗啦，真係可惜啊！結果呢，青 B B 點嘅車仔麵最平呢32蚊有一碗，有湯底同埋麵條揀，有辣有唔辣。青 B B 呢就要咗一碗麵豉湯同埋米線，碗麵呢仲包少量任筆嘅配料添。配料呢有辣蓮藕、炸花生、酸豆角、芫茜同埋蔥。除咗蔥之外呢，青 B B 呢都試勻晒。辣蓮藕呢真係幾辣下，而酸豆角呢係有驚喜，酸酸地呢配埋麵豉湯同埋花生一齊食呢，效果唔錯。咁如果覺得唔夠呢，可以加錢要其他配料，例如青 B B 呢加10蚊要3隻嘅素菜餃，餃子皮呢係冇蛋嘅。咁至於餃子餡呢係冇素肉，有蔬菜、紅蘿蔔同埋木耳絲。餃子嘅皮呢厚度適中，餡料包滿又夠味，呢10蚊呢加得好值哦。咁至於呢個湯底都算係濃郁噶，味道唔會好鹹，但係夠味。米線份量夠，質地呢屬正常發揮。呢碗麵呢真係性價比高，唔怪得有網友話呢度嘅素食車仔麵呢係全港最正。中意車仔麵嘅話呢，一定要試啦。咁既然碗麵咁好味呢，於是就買咗一盒飯呢翻屋企試下啦。跟餐呢有嘢飲，青 B B 呢揀咗無花果羅漢果茶，啱晒乾燥易咳嘅天氣飲用，味道唔會太甜，亦都滋潤喉嚨。咁啊飯呢，佢就係泡菜豆腐飯啦。青 B B 呢要求小飯，點完之後呢特意問係咪要走埋素肉添，喺度呢好感謝店員嘅幫忙。豆腐呢只係滑豆腐嚟，素食泡菜呢係冇咁新嘅，亦都唔會好辣，只係吊下味，味道呢亦都比較清淡。青 B B 試過之後呢，佢嘅車仔麵呢的確值得推介，而且港島區性價比高嘅素食呢實屬難得。你哋食過未呢？不妨留言分享下。